Hello，大家好，我係輔政師 Johnny，我係抗病治抑鬱病研究系列嘅作者。我自己本身都係一名既資深又專業嘅抑鬱病病人，患上抑鬱病亦都已經超過30年啦。我去寫抗病治嘅目的就係希望可以徹底解決抑鬱病。上次嘅片呢，就開始講點樣為之有病啦。我點樣去理解有抑鬱病其實係有咗啲乜嘢嘢啦。我過去都有一個感覺呢，就係抑鬱病呢3個字呢，太概括，係概括咗太多嘅內容喺背後，而我哋係容易忽略。而抑鬱病大部分都容易俾人哋理解成為負面思想、情緒低落咁樣。但係對於我嚟講，即係呢兩樣嘢都只不過係病徵。我哋講個病徵唔應該係代表呢一個病咯，我哋應該要講得出就係究竟係乜嘢嘅機制去引起抑鬱病嘅呢一啲情緒低落、呢一啲唔開心、憂愁嘅情況，背後嗰啲嘢先至係緊要。我上次就講咗一啲關於我點樣睇為之有病啦，有啲乜嘢嘢係我覺得係病咗之後，我身體係改變咗㗎啦，係多咗出嚟啦，就 identify 嗰一啲嘅部分出嚟，而我相信嗰啲嘅部分就係病變嘅部分啦。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仔咧，就可以翻去之前嗰條片嗰度再聽下，重溫一下。再落嚟呢一條片呢，我就概括咁樣講，就係究竟我自己點樣去發現有病，我自己點樣去覺得自己先係覺得自己有病啦嚇。咁跟住就係我真係有病啦。咁跟住就係要講翻我最初覺得自己有病。其實我係1990年，我中4嘅時候，我就已經係抑鬱病成熟啦。抑鬱病係開始影響我啦。抑鬱病嘅痛苦已經足以令我係想了結自己啦。我嗰陣時，其實我好快脆已經係用抑鬱病嚟到去講我自己依個身上面嘅情況，我好快就已經係意識到我個身體係有呢一個問題咯。咁點解我自己可以咁樣做，同埋點解我自己有咁嘅諗法呢？就係我當其時嘅情況係感覺到係好憂愁。我感覺到我自己好憂愁，而同一時間就係我即使係有一種諗法，我即使係想去擺脫呢一種憂愁，或者咁樣講，我想出翻嚟，但係我做唔到，我冇辦法出翻嚟，我冇辦法喺低落嘅情緒裏邊出翻嚟，我冇辦法令到自己開心翻。我冇辦法擺脫呢一種憂愁嘅情況、憂愁嘅狀態。我當其時就係覺得，我明明已經唔想再憂愁落去，我想離開呢一種憂愁嘅狀態，我想擺脫呢個憂愁，擺脫呢一種憂愁嘅狀態，但係我冇辦法，我冇辦法做到。我好想做，但係我冇辦法做到，我冇辦法擺脫呢一個憂愁嘅狀態，因為我當其時係相信我都好嚴重去受呢一種憂愁狀態嘅影響，而我又好想擺脫，而冇辦法擺脫。喺一個咁樣嘅處境、咁樣嘅狀態底下，我就覺得自己係有病，我就覺得自己係抑鬱病。我唔知點解，我亦都唔知喺邊度聽翻嚟有抑鬱病呢3個字啦。當年嗰個嘅年份係1990年，
而當其時通常叫嗰個叫法叫憂鬱病，我哋好似將憂鬱同埋憂鬱病係加埋一齊嚟睇，變成為一樣咁嘅情況。但係兩樣嘢都同抑鬱即係個名唔係太多嘅衝突。但係憂鬱呢兩個字係經常會見到啦，喺流行曲嘅歌詞見到啦，聽到啦。所以由憂鬱再去理解憂鬱病都唔算係一個，對於我嚟講唔算太難啦。或者對於好多依家專業嘅人士嚟講，就係究竟咁樣嘅判斷係準唔準確呢？呢啲都唔係我當其時嘅考慮啦。OK。就係當其時就係因為呢一個咁樣嘅狀態、咁嘅情況、咁樣嘅痛苦嘅結果，係令我自己覺得係我令到我亦都相信我已經係患上咗抑鬱病。而第一次抑鬱病出現喺我嘅文字裏邊，就係喺我大概1991年嘅年尾，1992年嘅年初啦。我喺一次嘅中文課堂嘅作文裏邊，我用抑鬱病，唔係我用憂鬱病呢3個字形容自己某啲嘅狀態啦。但係雖然我係去到91年嘅年尾、92年嘅年頭先至咁樣講，即係先至咁樣喺文字上邊寫出嚟，但係我心裏邊其實一早已經好清楚，我係憂鬱病，我係憂鬱病。再跟住呢，就係去到2014年。24年之後，我開始用自己嘅日記去研究身上邊嘅抑鬱病之後呢，咁我呢一個睇法係更加肯定。但係我既然叫得上自己呢一本書係一個日記研究，佢係有一個研究級數嘅嚴謹程度喺裏邊。所謂一個嚴謹嘅程度呢，就係我唔係純粹靠自己嘅記憶回憶嚟到去講自己嘅病變經過咯，而係我係有好多嘅文字記錄留低。可以話我好幸運有文字記錄嘅留低，令到當年嘅患病過程有一個比較清晰嘅輪廓喺度咯。我都只能夠講係一個輪廓，而不能夠話非常之清晰。即係希望大家可以體諒，因為我有1分嘅證據。有1分嘅資料，我只能夠講1分嘅話咯。我都唔想將呢一個研究嘅成果講到太過誇張。我主要留低嘅材料、留低嘅文字記錄係咩呢？就係我喺1990年嘅3月裏邊，因為當時中學喺嗰個中文學會裏邊呢，就搞咗一個中文作文比賽。咁喺呢個中文作文比賽裏邊呢，我係交咗2篇嘅作品。咁呢2篇嘅作品呢，就係一篇呢，就係講我當其時暗戀上一個陌生嘅少女嘅一個嘅經歷。咁而呢一個暗戀陌生少女嘅經歷呢，就係我病態苦戀嘅一個經過咯。而呢個病態苦戀嘅故仔呢，就係由1989年嘅10月，就係去到1992年嘅5月。咁第2篇嘅作文比賽嘅作文呢，就係講我嘅老豆。佢一個吸煙嘅問題點樣影響我嘅日常作息嘅生活？呢2篇文章呢，就係1990年3月。咁而再早啲嘅時候，喺1989年嘅11月，
喺我當其時喺校內中學校內嘅一個嘅考試裏邊，我又作咗一篇中文嘅作文啦。咁呢個都係考試裏邊要答嘅卷啦。咁就係講我點樣開始同呢一個陌生少女相遇嘅一個嘅經歷，就記錄咗喺呢一篇考試嘅作文裏邊咯。而我就係喺1990年5月10號寫我第一篇嘅日記。呢3個時期寫低嘅文字記錄，就係我抑鬱病由冇抑鬱病變成為有抑鬱病嘅一個嘅過程裏邊嘅一個嘅記錄啦。我由冇病去到有病，大概個時間就係由1989年嘅11月去到1990年嘅3月4月左右。大概喺呢4、5、6個月左右嘅時間咧，我就由冇病變成有病啦。咁我可以喺度再概括講下究竟我發生緊啲咩事啦。咁喺呢段時間裏邊咧，主要發生咗2件事。第一件事就係我嘅屋企裝修，我嘅瞓覺嘅地方改變咗。當我瞓覺嘅地方改變咗之後，我老豆每一朝早凌晨喺我床頭嗰度食煙，令到我冇辦法再瞓。我嘅生活作息係嚴重受到佢食煙習慣嘅影響。而呢一個改變睡眠地方嘅問題，我老豆食煙對我影響嘅問題唔單止喺上晝，喺夜晚佢臨瞓之前喺屋企裏邊食煙，亦都令到我夜晚瞓覺嘅時間係受到佢影響。我冇辦法喺佢食煙嘅情況底下，喺受到佢食煙嗰一種臭味嘅滋擾情況底下瞓得着。我要等佢食完煙，我先至瞓得到。而呢一個屋企裝修至到我俾佢搞到發癲嘅情況，就係有一個時間序嘅。呢個時間序就係屋企嘅裝修由1989年嘅8月開始裝修，大概由1989年嘅9月完成，即係話我由1989年嘅9月我就開始改變咗我瞓覺嘅地方。我變咗係瞓喺我原本就同我阿媽一間房，我就瞓碌架床嘅上格，我阿媽同我細妹就瞓下格。咁我喺呢個裝修時情況改變咗之後呢，我就變咗係瞓喺廚房出邊嘅一張木嘅梳化床。呢張梳化床呢，日頭呢就係做梳化啦，咁就大家食飯嘅時候坐啊，平日坐睇電視咁樣樣。到夜晚嘅時候呢，我就將呢一張梳化攤平，就變成我瞓覺嘅地方。而我老豆呢，就會喺個廳度食煙，佢上晝嘅時間呢，就會喺廚房門口食煙，正正呢，就係喺我嘅床頭嗰度。我同佢食煙嘅地方可能喺1米至到1米半嘅範圍裏邊，所以我係受到佢好嚴重嘅滋擾，好嚴重煙臭嘅滋擾。咁喺我嘅記錄文字記錄裏邊咧，我係去到1990年嘅農曆新年嗰個嘅時間，受到佢嘅滋擾係最嚴重，而當其時我嗰個嘅情緒反應係最劇烈。呢一個係喺呢段時間裏邊發生嘅第一件事，而喺呢段時間裏邊發生嘅第二件事呢，就係我經歷過一次病態苦戀。我喺1989年嘅大概10月嘅時間左右啦，我就遇上咗一位令到我一見鍾情嘅陌生少女。而呢個少女呢，就係同我住喺同一等嘅大廈裏邊。我當其時係第一次見到佢，
而我第一次見到佢嘅時候，我就已經深深俾佢吸引住。但係我對於呢一位陌生嘅少女係一無所知，完全係唔識得佢。直至到今日我都唔識得佢，我哋冇真正開始過，我亦都冇真正認識過佢。而我所中意嘅可能只係我自己內心嘅一個嘅幻想。當我遇到佢，當我對佢一見鍾情之後，我好想、好想、好渴望再見多佢一次，再見佢，繼續見佢。我好想、好想、好想結識佢，我好想同佢一齊。但係雖然我哋係住喺同一等大廈裏面，但係我唔知點解，我總係冇辦法再遇到佢。我曾經喺大廈嘅 lift 口嗰度等佢放學，但係因為我哋大廈有2個 lift 口嘅，所以我都唔敢肯定佢會行邊一個 lift 口。但係我所等待嘅日子，我能夠等待見到佢嘅係絕無僅有啊！咁等佢放學嘅日子大概有1個月、2個月左右，但係見到嘅機會係好少、好少、好少。咁由於好長期嘅一個嘅渴望，又好長期嘅失望，喺呢個過程裏邊，唔知點解我就變得好容易就每一日都落入咗一種情緒低落嘅狀態底下。所以喺1989年嘅10月、11月去到1990年嘅3月呢段時間裏邊，我就覺得我嘅身體係病變咗啦。我身體裏邊嘅抑鬱病就成熟咗咧，出現咗喺我身體度，影響我啦。而佢嘅出現亦都好快令到我好痛苦，甚至乎佢出現咗冇幾耐之後，我已經喺文字上邊透露有想死嘅講法，有想死嘅一啲嘅意願出現。以上呢一件事呢，就係喺我第2本著作《抗病之2：抑鬱病日記研究》抑鬱病的生成、惡化和爆發嘅第1章。第1章呢，就係好詳細咁樣去講呢2件事喺呢段期間裏邊所發生嘅經過，同埋我大概去分析就係呢2件事點樣令到我有病，而我當其時嘅病係點樣。咁今日同大家講抑鬱成病，就講到呢度為止啦。希望大家鍾意。到最後我繼續就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繼續研究抑鬱病啊，繼續寫。希望大家支持我出版我寫起咗嘅抗病字系列啦。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往後嘅交流嘅活動。最後就係希望我徹底解決抑鬱病嘅呢一個期望可以早日達成。多謝大家收聽，下次再見，拜拜。